好，咱做伙来读一个第30个歌词。这押韵押了足厉害，足认真的吼，用读的哦，咱做伙来读，请。困求万福源头，清气挂心焦头。只可信主慈悲长留，亲像圣使悄悄，看你灿烂荣耀。互阮学乐透到白头，圣旨意到永远，万军的主领导，管理盛会最头。好，来，咱做来吟第3站。礼拜较特别吼，头前敢若空对无？吼，特别为着咱学几学校的家长、老师甲囡仔留的啦。吼，今日是应该是今日早起是算做学几学校最后的半工的活动吼，所以等下伫礼拜就是奉献了后，才会细仔会做伙来头前唱歌学乐，啊老师嘛会献诗安尼，应该是讲跳舞，主要是安尼吼，所以歹势。今日就互咱兄弟坐较后壁，啊，不过因为吼家长爱翕相，所以坐较头前。那等下细囝唱歌吟诗了后，嘛是坐头前的部分吼。好，来172首，这首信息诚特别。咱若是手头有摕信息的吼，咱需要第1站唱到第4站了，才唱另外一面的尾句。吼，所以毋是唱一站了后就唱过后一句，无吼，所以4站唱了。才做来吟啊，因为吼，这信息较有年岁啊，迄曲是1848年所写的，所以这旋律诚特别吼。咱头拄啊，我足紧张的，惊大家袂晓唱，所以邀请信歌伫偷偷练好啊吼。所以好，所以袂要紧，咱就做伙来吟唱吼。啊，因为这 PPT 应该写了足清楚的，咱会当来听看卖，透过无共款的旋律，咱来。会当用这首信息来回应今日的信息。第1站。
最后几句。好，咱需要小看一下第四章前一页，谢谢。教管，毋是是在目，好，教管在目，性别上，所以咱对第四章来唱到尾句，好无？搁来试一届哦，第四章预备来。教管在目，心内上帝，心惊心事。有一个邀请，我们的家长们如果比较不习惯听台语听太多的话，外面有华语的牧师讲道稿哈，可以来参考。所以就是邀请大家安静心，作为产物再去写礼拜。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安静心，开始今日的礼拜，请奏乐。
就盼上主找袂到的时，找求伊；趁伊伫身边的时，求叫伊。邪恶人着去杀因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因着归向上主，伊会怜悯因；着归向咱的上帝，伊会宽宏赦免因。咱三甲来念圣诗，圣诗第281首，上帝即时临在，请起立念全首。请咱游行听咧，做伙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对圣神交代，对在世玛利亚之时，以温柔变多人来受苦，一定是个是来做的灵父。第三日对上帝的话，就是你，他对咱的上帝道理，对对啊，是话来是啊，我信圣神，圣的共会教会，圣的相逢，最下世，就替我因我的名，阿门。请坐。来启用。启文第一篇是圣诗后面第989页，我来启，请会众来念。以色列人要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应允。以色列人要注意听。
这个话就记伫心内。无论伫厝内坐，伫路上行，搁着绑伫手里做记号，就写伫厝的门埕。咱同心来祈祷。祝稳定甲平安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一礼拜来的鼓守，阮也带着虔诚、谦卑的心来到圣殿敬拜佛罗你，搁学习你的教导。阮搁较感谢你赏赐阮的主耶稣基督，伊伫十字架顶无限的疼甲救阮，赎回阮的罪。阮会当找你宝贝的儿女，搁领受着丰盛的活命，阮献上感谢。这个礼拜来，教会的青少年拢投入伫下几学校呢。感谢佩慈牧师、营长叶婷带领这青少年小老师，透过各种精彩的活动表演甲讲故事，将主的话福音这个好消息。无形中融入领会小朋友的心中，恳求主赐福甲引带这个青少年，一生拢行伫主所为因备办的道路。因所也福音的种子，有一天会布芽大长，成做主所录用的器具。主，阮也为教会的集体来祈祷，求你看顾。每一位兄姐心灵勇壮，也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属，赏赐阮加倍的快乐，互阮伫各项的事工甲服侍顶面有好的规划甲成果，得到主的悦纳，通荣耀你的名。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第7章第1到第6节，现代台语本第338页。兄弟姊妹，我是对恁捌律法的人伫讲，恁兼毋知，人活地的时正受律法约束。举一个例来讲，结婚的妇人人，丈夫要活地，就受律法约束归属丈夫；丈夫若死，就不过受这个律法约束。所以，丈夫要活地，妇人人若甲别个查甫人做伙大，会互人叫做淫妇。丈夫若死，伊就无受这个律法约束。伊甲别个查甫人做伙大，嘛毋是淫妇。我的兄弟姊妹，亲像安尼，恁甲基督的身躯结合，就甲伊同死，已经甲律法断绝关系，无受约束，会当归属别人，就是迄位对世人中搁活的基督，互咱通为着上帝结果子。咱照人肉体的本性在活的时，咱犯罪的欲念受律法激起，伫咱身躯的各具体运作，结死亡的果子。毋过，现在咱已经脱离律法，甲迄个束缚咱的断绝关系。安尼，咱服侍上帝，毋是照律法的旧方式。是照圣神的新模式，愿上帝赐福，听耶话各去行人。赞美，咱请圣乐队，今仔要赞美的是我是看人类的救主。
到时，叫现行的新样。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咱今仔日来到教堂内底、教会内底，我相信咱会感觉真无共款。如果我们当中有家长，因为我们今天有预备了家长坐席，如果我们有听不懂台语的，我在外面有预备台语的讲稿，华语的讲稿，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也可以现在就过去拿也没关系哈。但是没有关系，如果能够听台语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一起透过台语来认识上帝的话。今仔日咱入来到这个会堂，我相信咱一定有感觉无啥共款。无啥共款的是这个砖头，无啥共款的是，共款的是迄个座位，改成共款吼。总是其实这个座位嘛是这个青年伫顶一礼拜将以后拢搬好了，然后开始布置，然后伫昨暗时还阁搬转来，搬转来原位。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总是昨昏因讲要拆这个砖头的时阵，咱的小会员就讲无得留的不要紧，互大家看一下。因伫过去的即礼拜，就是透过这个砖头。互这个囡仔伫逐款的故事甲逐组内底去领受上帝的疼，所以因为咱来知影，其实外口的砖头改成有要紧嘛，无要紧，因为这个拢是上帝所赐予咱，爱咱去疼这个囡仔，爱咱互相相疼的提醒。所以，这是我要邀请你坐伫座位顶头。不管头前、后壁、边啊，你会当甲因有一个招呼，拍一个招呼，老方便会当甲伊握一个手，讲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上帝听你。咱做伙来祈祷。祝你里面阮会能者，求上帝赏赐，互阮会当耳孔会当拍开听见，伫早起时你要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最近流行伫教会界有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安尼讲：监狱内底找无歹人，因为内底的人拢讲我无罪。所以要找歹人爱来教会，因为内底人拢讲我有罪。我要坦白大大讲，这是真的哦。这不只是笑话尔，因为我进前认捌伫汤圆的精神团契服侍的单牧师，伊捌私底下甲我讲，伊其实。差不多一礼拜爱入监狱，毋是关啦吼，入监狱做迄个监狱的教诲师，因叫做教诲师。甲遮个犯人一个面讲话辅导，一礼拜至少爱超过3天到4天的时间，所以伊差不多逐工拢有去监狱，无共款的监狱。然后伊有。咧私底下甲我分享讲，当伊甲伊讲话，这个犯人，关伫内底的人，甲伊讲话10个人中间，至少8个人会同伊讲我无罪。真诶哦，总是实际上10个袂超过1个，实际上是10个袂超过1个。所以咱爱知影一项代志，伫监狱内底。伊自称家己无罪的人，伊所讲的是讲我无犯法，听有意思吼？伊意思是讲我无犯法哦，我无犯这个法。总是伫教会内底讲承认咱有罪的人，是承认咱安怎拍拼嘛无法度符合上帝的标准。
无啥共款哦，听有意思无？伫教会，咱讲我承认我有罪，意思是我安那拍拼，我拢无法度符合上帝的标准。近代学者认为，《罗马书》第7章是保罗根据家己的经验、迄个感受来写的。保罗是一位接受律比教育、血统纯正的希伯来人，伊是犹太教内底属法利赛派。根据伊家己讲家己的故事，《腓立比书》第3章第6节，伊是安尼讲哦。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热心来讲，我是教会迫害者；对守律法来正做义的标准来讲，我拢无啥物通嫌。所以保罗的过去，伊认为只有遵守由摩西的律法，才符合上帝的标准。只有这条路，才会当符合上帝的标准尔。因为伊看遐基督徒，看遐基督徒就是偏离上帝的义、上帝标准，所以伊才大发热心，要迫害基督徒，直到大马色的事件发生，伊才真正醒悟起来，知影讲伊过去的毋对。保罗伫罗马书讲到有3种控制人类的迄种溃烂，3种力，第一叫做罪，第二叫做死，第三叫做律法。所以伫罗马书头前，实际上第1章开始就咧讨论人的罪，以及死，一直到第6章，保罗讲有罪的人只有。一个有罪的人，只有倚靠上帝的恩典，才会当免死。所以刷落来真自然，伊会开始讲律法。在第7章，伊就开始咧讲啥物会叫做律法。现代学者认为，保罗可能是有想，才会罗马的信徒会提这款的问题。讲啊是安怎基督徒会当无伫犹太摩西律法下面，所以保罗伫遮才安尼回应。罗马书第7章第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兄弟姊妹，我是对恁捌律法的人在讲，恁兼毋知，人活地时才受律法约束。原文应该安尼讲，恁兼毋知。兄弟啊，我对明白律法的人讲，律法做人的主，兼只有伫伊活的时吗？历代都有真侪学者咧讨论，保罗伫遮所讲的律法是咧指啥物货？出名的20世纪福音派要紧的领袖斯托德牧师安尼讲，伊讲伫罗马书第7章。保罗提出3种有可能看待律法的态度，就是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以及满足律法的自由。保罗拒绝接受头2项，学了后壁迄项叫做满足律法的自由。总是近代学者大部分认为。保罗伫遮应该真单纯咧指摩西的律法，就是用摩西律法来做世间法律的缩影，就是迄个代表。咱来知影法律不管是出对人还是出对上帝，就亲像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3章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律法。人才知什么是罪。法律合宜是毋是下这个时阵应该定落来，就是是毋是合宜？这项代志其实会当讨论。总是一旦制定法律，就表示伫这个法律
下面的人，拢爱受这个约束。就亲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法规制定出来，什么人爱遵守？牧师、会友做伙来遵守，这真简单吼。台湾的法律制定出来，就活伫即块土地顶头的人爱遵守。这我想咱拢小可知影这项代志。所以问题毋是法律，是罪。咱来知影外口这个法定出来，上要紧的，伊是一个界限。换一句话来讲，这叫做上佳标准啊。这个社会所定出来的法律叫做上佳标准，毋通拄着这条，若拄着你就犯法，就是安尼。总是这个法律本身咱罪，这个法律本身毋是罪。保罗讲，就是尊贵亲像人看做上帝所颁布的摩西律法，嘛有伊的界限。伊的界限是啥物货？活地才有算，爱人活地才有算。罗马书第7章第20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举一个例来讲，结婚的妇人人，丈夫要活地就受律法约束，归属丈夫。丈夫若死，就无搁受这个律法约束。原文应该安尼讲，因为已经结婚的妇人人照法律，互活地的丈夫绑条的。早期的权势者，就是亲像奥古斯丁因迄代的权势者，因想要找保罗用夫妻譬如这个上等的意义，伫遐黑白想啦。简单来讲是安尼。总是近代学者认为，保罗用婚姻做譬如，确实有可能是受主耶稣的教示迄种传统的影响。总是真歹势，保罗伫遮只想要表达一个意思尔。罗马书第7章第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读来。所以丈夫要活地。妇人人若甲别个查甫人做伙住，会互人叫做淫妇。丈夫若死，伊就无受这个律法约束。伊甲别个查甫人做伙住，嘛毋是淫妇。保罗的鼓励毋是要显示无道德的代志，所以毋通歪路，毋通读啊歪去啊，爱会记一路。不要歪路了吼，毋通读歪去。伊是对即群犹太基督徒讲：，恁若阁遵守犹太律法是伤憾，因为恁遵守迄个应该看做死的条文，因为恁已经是基督徒啊，恁应该看迄是死哦。保罗真正的重点是死亡会当解除人对原本法律的责任，这就是保罗原本的意思。死亡会当解除人对原本法律的责任，所以伊刷落去安尼讲。罗马书第7章第4节，刷落去伊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的兄弟姊妹，亲像安尼。恁甲基督的身躯结合，甲伊同死，已经甲律法断绝关系，无受拘束，会当归属别人，就是迄位对死人中搁活的基督，互咱通为着上帝结家子。照希腊文的迄个顺序，对迄个恁甲基督的身躯结合，甲伊同死遐开始是安尼写。讲恁对律法也被治死，照着基督的身躯。保罗用文法顶头迄个被动的语态，来暗示一项代志，互信徒信的人死亡的是上帝。所以爱记一了，才有一个被动语态。伊咧讲，互咱死的是上帝。
当咱若伫洗礼中，咱就有份伫十字架顶，耶稣基督肉身的死亡，这就表示过去活伫旧的律的咱，已经互上帝算作死。现在咱已经属迄位对死人中搁活的主的人啊，所以咱所结出来的果子也一定是属于伊。罗马书第7章第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照人肉体的本性得活的时，咱犯罪欲念受律法激起，伫咱身躯的逐肢体运作。结死亡的果子，这就是这张批内底第一遍讲到，伫咱的肉体中律法会带来死，有无？伫咱的肉体中律法会带来死，伫咱的肢体内底发动致到死亡。伫咱的肉体律法带来罪，然后伫咱的肢体中发动致到死。保罗用这句话。其实罗马书第7章第5节，拄好咧描述，刷落去咱后礼拜读到的第7节到25节所有的内容。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刷落去保罗要讲的代志。咱今日袂读到遐，因为后礼拜迄个较长。总是保罗伫遮。真个咱照人肉体本性在活的时，希腊文应该做，因为当咱捌一直是伫肉体中的时，对迄个原文的形式来看，这个原文的形式甲罗马书6章20节，因为当恁捌一直是罪奴仆的时共款，所以保罗伫遮透过这个形式。来表达伫肉体中就是罪的奴隶的另外一种讲法，因为迄个形式完全共款，迄个希腊文的形式完全共款，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安尼翻呢，讲照人本性来活，就是指一个互罪伫罪奴隶内底的人。伫罪恶关系的下面，互邪情私欲安尼操作的肉体。所以，当咱这个搁属肉体无属基督的时，摩西律法颠倒的负面激发咱本性的欲望致到死。保罗伫遮是咧讲这样代志。罗马书第7章第6节。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节上尾一节，做伙来读来。毋过，现在咱已经脱离律法，甲迄个束缚咱的断绝关系。安尼，咱服侍上帝，毋是照律法的旧方式，是照圣神的新方式。圣神的新方式其实是体现伫第8章，所以第7章的第5节甲第6节做趣味哦。第5节表示第7节到25节，用一句保罗用一句来讲，然后第7章第6节，保罗用这句咧暗示咧带咱提示第8章咱会读到的代志，啥物会叫做圣神新的样相。保罗安尼讲。总是到现在过去的我，甲现在我无同。到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无论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咱伫犹太律法顶头拢算做死，因为律法只会当管律法下面的人。耶稣基督来就取代律法过去对信徒的掌权的权。斯托特牧师是安尼诠释，伊讲保罗将旧约甲新约做真明显的比较。旧约写伫石板顶是外在语文，新约是对圣神来，圣神带来新的时代。上帝透过圣神
将伊的律法写伫咱的心内底。加尔文是安尼描述即句话，第6节。加尔文是讲保罗对事物的反面效果来建立伊的论述。假使律法的制裁对肉体约束遮尔细，颠倒诚罪的激发者，那安尼为着互人无过犯罪，就必须要脱离律法。是安那有律法颠倒无度真正约束人咧？卡尔巴特伫伊的册内底安尼描述，伊讲因为人若想要甲上帝相款，就若离开上帝，接近死亡。真特别哦，卡尔巴特是安尼讲，伊讲。人一切的欲望，上尾拢是蛇试探人的迄句话，叫做“会亲像上帝”的某一种形式。想要爱诚做上帝掌握，想要爱诚做上帝知影，我爱知影啥物代志，我爱控制我生命中所有的代志。巴特认为这就是人罪恶的根源，人的罪的根源。伊认为已经脱离律法，伫上帝恩典下面的咱，只会当照圣神新的款式来活。那安尼免啊活出圣神新的款式咧？巴特是安尼应答，伊讲伊的基本内容就是听这条上奇妙的道理。伊安尼描述。听，毋是道，伊毋是会当看见，会当形容，会当想讲我会当打，还是袂当打。听只会当去行，所以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讲，伊阁是道。所以上尾巴特鼓励咱讲，诚做圣洁吧，做迄个服侍上帝的奴仆吧。恩典是安尼命令咱，伊认为照圣神的新的款式，就表示咱的生命有一种可能，迄种可能就是无搁顺服罪，甲私欲旧的样相，是对上帝遐出发的可能。咱会当有一个可能，就是对上帝遐出发。出身伫台南的查某囡仔李德心，伊创造一个唱歌的专辑，叫做《水》。伊得到今年台湾金曲奖的3座大奖，内面有一条歌叫做《半半的半半的》。第2节半半的，咱知影半半的台语是啥物意思？半半的吼，大概有2种用法，一种用法就是物件若落去涂骹，捡起来半半的，可以当食哦。另外一种意思就是人若跋倒，咱若跋倒，若浮起来，就来半半的。爸爸妈妈就来半半的，安尼。所以伊内底有一条歌叫做《半半的半半的》。歌词的第2段，我有用迄个华语的，对个华语的伫顶头吼。第2段伊是安尼唱，伊讲时间甲我咧地走撞，机会甲我咧觅相找。若是安尼生，犹阁无法度放弃的话，目屎七七的，头壳呼呼的，顶来半半的半半的，无啥代。半半的，半半的，免去膜歹。半半的，半半的，唔免怨叹。半半的，半半的，搁徛起来，搁徛起来。阿泰，我印象中是华语的歌词啊，他也并这台语的。不要紧。
我用黑体字是华语啊，怎么会变成台语了哈？因为这个华语人可能会比较清楚。随上这个真特别，李德新的歌曲真趣味，用闽南语内底迄种形容身体动作，迄种亲密的用语，咱爱知影切浮浮的、半半的，因为伫咱的生命中，检测因为时局的变迁，咱的错失真侪机会。检测咱会因为家己的欲望，互做管辖。有当时啊，当咱拄着这个，搁若亲像互人讲倒伫地面，无气力来爬起来，甚至咱会感觉无搁挽回的一天。总是假使有一天，咱会当清醒起来，明白我互人讲倒伫这所在，检测是上帝的心意。爱咱看清楚家己的有限甲罪性，有可能这搁较是上帝要拭去咱目屎、扶咱的头壳、爱咱顶来的时阵，就亲像囡仔跋倒，互人扶起来，安尼半半的，无啥代，免起无歹，毋免怨叹，搁徛起来。迄时检测就是咱会当活出圣神新的款式的情形，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你引带，互阮有当时啊，就亲像囡仔跋倒伫涂骹内底，爬无啥会起来。主求你怜悯阮，有时阵阮会对家己失望，有时阵阮会互这个世间侪打击所拍倒。总是阮相信上帝，你会将阮生命中侪艰苦的代志，你会帮助阮，互阮看做无，因为你会搬去阮生命中的甜伴甲痛苦。求上帝怜悯阮的软者，求上帝就甲阮做伴，互阮真正知上帝你。要扶起阮，互阮虽然有困难，总是你要甲阮做伙伫地。求上帝帮助扶持，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伫我心。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72首，恳求圣神对天降临，会众请起立吟全首。一切拜倒，求你。
耶和的天王的心，我为我的天我给个信息上你的哦。会众请坐，接下来奉献，请柯明伟副市长技术来书献。咱先搁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守住阮一切平安。主，阮满心感谢你，阮当奉献金钱做教会事工所用，求主你来感谢。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下面咱将时间交学会学校的营长叶婷。各位兄弟朋友，大家平安。因为我台语无啥认得，所以我讲国语会使无？好，谢谢大家。那我只是夏季学校的营长，我叫雅婷，很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信心，然后是以小探险家来到森林冒险完成任务的方式，来让小朋友用游戏以及故事的来了解上帝的话语以及上帝的一些希望我们做到的事情这样子。那等一下呢，小朋友会献上凡事都能做以及耶稣迷这2首歌来献诗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们还在准备，那我也就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还有讲哪些信息故事好了。就是我们有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来告诉小朋友说，上帝会有他美好的安排。那第2个故事是代理掉到被陷害到狮子坑里面。那这个故事呢是让小朋友相信说，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上帝必会保护。那第3个故事是用约拿的故事，来告诉小朋友说，
当我们有遇到困难时，跟上帝祷告，上帝必会拯救我们。好，那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小朋友们来登场。
也有做一个小小的回顾我们也有做个回顾影片，让各位家长以及会友知道说我们这几天的营会内容大概做了哪些的活动。帮我开一下声音。林雅公，最严格。雅公，有合理。林雅公，永不放弃。最严公，林雅公。是吗？阿光放有信心，遇到困难不灰心，一起努力往前进，这里冒险无真心。大家好，我是阿光。1、2、3，大地震动。谁是最强的队伍？谁有最强的火力？我们是谁？火力全能！在回答问题之前，请先交给我4张初代信徒名单。对你来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别人给我的力量。我觉得信心就是相信上帝。我觉得信心就是勇气。信心是对某一个人的信任。信心就是，就算知道前面有一个困难或鸟事，但是知道这是正确的路，还是勇往的向前，这样子。信心嘛，信心应该就是信赖吧，因为我们会有，就是你会对别人有信心，或是对主有信心嘛。在每次敬拜前，我其实都会祷告，因为如果依靠自己的力量，我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所以我都会借着祷告的力量来弹奏乐器。信心应该是支撑我的那个力量。我觉得信心是不要软弱，因为我们太常在面对
事情或者是很多的难题的时候很灰心丧志，然后就不小心软弱掉了。但是信心会支撑我们去突破这层软弱，会让我们更加的有自信去面对不同的困难的挑战。信心呢，就是一切的根据吧。就是我觉得整本圣经都是凭借着信心而产生的。可能上一篇有人说，就是不要软弱，就是信心。但我觉得有软弱才会有信心，因为你起先没有信心，后来才有了，那这个信心才有价值。我觉得信心就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是哪件事情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一切怎么做。我认为信心对我来说比较像是，就是对一件事情是有把握，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是做得到的感觉，是对我来说是信心。我觉得信心就是对一件事物的完全认知和灵活掌握，就是你可以就是它这个方向就是对的，你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做，你可以很确定它是你所想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像是上帝带领你的，就是它就是正确，那你就是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你在这个道路上就不会有犹豫，你就会有信心。我就有2个，第一个就是对于未知的事情不会感到，就算会感到害怕，也愿意去做。第2个就是相信他们这样还可以好好的活下去。我觉得信心是一种闪亮亮的感觉，就是不知道未来是长什么样子，可是知道它就是很赞这样。我觉得信心就是我们在未知的情况当下，也可以心里保持得很平静，然后也可以肯定的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信心是跟大家一起完成表演，然后不会害怕上台。信心是相信自己，然后虽然可能听起来有点官方，因为在教会，就是相信上帝。好的。信心应该就是相信一切都有神的安排，然后相信事情都可以顺利过去吧。就是你相信一件事情的决心吧，我觉得是一种力量。相信神。我觉得信心是对不确定的事情能够依然的去相信上帝。就是依赖别人，然后就是做一些自己平常不敢做的事情。没有0.01毫秒怀疑过自己。我认为信心是一种像是药的感觉，强行着就会让你做事起来更上帝在帮我的感觉。我认为信心就是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然后你不怕失败，你会很想一直去做，然后就算失败了你也会忘掉，这就是信心。勇敢去做某件事的一个动力。信心是对自己做的事情有把握。我觉得信心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我做了一定会成功，就是我虽然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成果，但是就是相信神会给我一个成果，就信心。信心啊，就是有一个你知道可以信靠，可以靠着他，然后就有把握可以做某些事的对象。对我来说，信心就是可以依靠上帝哦。信心就是上帝会帮我做最好的安排。耶！信心呢，就是急迫不然的勇气，纵使不知道会怎样，我还是坚定我的信心。
我突破黑夜冲出来，你的爱一直都在，永远不会离开。要点燃这个时代，你的爱一直都在，永远不会离开。为了我而存在，要点燃这个时代。让我苏醒，让我苏醒，你的爱充满我心。让我苏醒，让我苏醒，你的爱充满我心。燃烧起来，永恒的光，街头绽放，你突破黑夜冲出来，你的爱一直都在，永远不会离开。为了我而存在，要点燃这个时代，你的爱一直都在，永远不会离开。为了我而存在，要点燃这个时代。结束到一个段落。那我们前阵子就是有向大家募集一些就是纸箱跟就是报纸等等的材料，那可以看看我们就是周围，就是这些都是小朋友他们自己拼贴出来的作品，然后有空的话可以请大家多多看，就是很谢谢大家这样子一直支持我们，谢谢。邀请老师找空位坐，充满在礼拜堂各处，请大方的坐下，谢谢。后面是报告进前，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文。
现在已经脱离律法，甲迄个束缚咱的法律关系，安尼咱服侍上帝，毋是照律法的旧方式，是照圣经的新方式。罗马书7章6节，请。我现在咱已经脱离律法，甲迄个束缚咱的法律关系，安尼。咱周会第一页，第2页，咱家己来看，奉献的领洗，老平达请办公室来纠正。咱看第3页消息报告。7月份的立会中节，长老陈建州主事林富祥、傅启芳。我来报来部会，伫12点半7公1到7公1会议室了开，请部员出席参会。第3点，主席2的会议，下晡1点到楼调开，请老师担纲出席参会。第4，社会公告，公告2025年临时合会会友的名录，请我伫4号公布啦。若有错误，会当阮我来纠正，还是咱有办公室来纠正。日主日7月份定期中执会，伫下晡1点，迄是后礼拜下晡1点，伫7公1调开，请将报告交到办公室来会诊。煞就要开中执会甲小会。教会消息，主日2查经班进新班的课程已经恢复上课。第2点，7月份祈祷会为儿童来祈祷，伫7月5暗时7点伫6楼布堂举行，请兄姐同心来祈祷。第3点，弟兄者团契成长的课程主题、讲师、时间、对象，对象是咱教会兄弟姊妹大家拢来参加，报名到7月20日止。第4点，教会暑期音乐营，时间地点。个招生的对象，请咱家己来看。其他消息，咱本会陈玉山执事伫6月25蒙主文调，咱有3个礼拜的时间，咱伫礼拜47点半伫7公1教室有一个安慰礼拜。日元礼拜是7月11，个别礼拜是7月12。教界消息，德中妇女灵修旅游，日期、地点、费用、报名，请用5410会长来报名。7月20日止。伫合作社伫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7公2要调开，请你甲牧师出席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来，咱用拍鼓声，多谢今仔日来到现场几学校的家长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家长站起来哈。然后孩子，还有夏季学校的各位老师们，请站起来好吗？都站起来，谢谢，谢谢哈。那我们拍手，谢谢他们哈，欢迎他们在我们当中。好，请坐，谢谢，不好意思哈。那我来补充报告，华山技术所安慰入电甲个别礼拜伫刷来拜4、拜5、拜6，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来为这礼拜来祈祷。上时华山技术的查某囝拢伫后壁，咱请因徛起来，大家致意一下好无？请因拢徛起来吼，大家致意。多谢咱大家伫这段时间的关心吼，多谢多谢。好，上尾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吼。上尾伫咱的周报内底有一张韩国的短宣队这项代志，这张要业伫周报，就是毋望咱会当摕转去咱的社区，或是咱会当甲咱的厝边头尾咱的朋友分享，然后介绍伊会当报名吼。有韩国之夜跟青少年的活动，
伫7月19、20、7月22甲23，韩国的đoàn宣队会来到咱的教会，要举行这个活动，所以咱会当送这个 QR code， 用QR code 来报名，因为免收钱啦吼，唔免收钱，但是主要是爱知影偌侪人，安尼咱咧准备吼，包括食饭，包括准备这个食材，会当有够大家食就对啊吼，所以要请咱大家来报名的原因是安尼，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我要邀请咱大家兄弟姊妹嘛，摕这张业力周报的意思，就是咱会当摕转去。若需要更较侪，我会请来办公室来索取，好无？吼，请咱大家邀请朋友做伙来参加。愿上帝帮咱的社区嘛会当征求，假使咱所在的社区会当搭这团队吼欢迎。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暑假内底领取上帝祝福，伫咱中间会开展。上营三甲来吟圣诗第388首，阳光归圣杯地，会场请起立吟全首。愿光归圣杯上帝，愿光圣家圣事三位一体，在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疆无尽。阿门，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电乐密道。
平安礼，请大家互相请安，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